请李问到台前，先让大家拍个照。李小龙跟李叶问的问，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李问来发言。好，谢谢秘书长，然后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看直播还有影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问。那这次非常荣幸可以获得民进党的征召，我会以非常谨慎的心情全力应战马祖区域立委2020的选举，全力争取马祖乡亲的支持。那我们知道说马祖对民进党来讲是非常艰困的选区。上次蔡总统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获得得票率是16%。那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选区，我想我参选正是代表了民进党不放弃争取任何一位选民的支持，不放弃让我们的政策能够保护每一位国民2300万人的安全还有生计。那在更深一层的意义，过去马祖的乡亲为了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，其实进行许多牺牲和奉献。那今天我身为一个台湾的年轻人，我也希望有机会全力为马祖人来进行服务。我讲一下我过去因为长期关注国防跟外交的议题，对，所以过去也有机会去造访马祖，然后每一次看到那边的军事风光相关的文化景点，其实心里也感触非常深，会想到冷战时期国共对峙的场景，在那边这样子非常艰辛的情况之下，军民合作，会让人更珍惜跟更对于民主自由的可贵更有感触。对，所以我希望能够让这段故事让更多人知道，让更多的不管是台湾的朋友或全世界的朋友也了解马祖的这段历程。我希望透过自己在外交还有英文媒体方面的经验跟经历，让更多人了解这段故事，全力为马祖的乡亲拼观光，让马祖的独特的闽东文化还有战地风光跟自然资源，让更多人能够知道。那过去许多马祖人为了马祖的民主政治付出跟努力，那今天现在很多的马祖的年轻人也一起希望说出马祖的故事，我希望跟随他们的脚步，那一起为马祖的发展来努力打拼，让世界看见马祖，与马祖走向世界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们欢迎谢佩芬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谢佩芬同志发言。大家好，我是谢佩芬。我知道现在大家心里一定在纳闷，谢佩芬是谁？让我告诉各位，谢佩芬不出生于任何政治世家。谢佩芬在过去不曾加入任何政党，谢佩芬也没有任何派系。谢佩芬只是一个坚信，在关键时刻必须为了台湾挺身而出的年轻人。谢佩芬只是一个台湾新的一代，一个逐渐成型的服务世代的一员。刚才秘书长提到，过去我在联合国服务。我在联合国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，美国、日本、中国，甚至像图瓦鲁这样人口少、面积小的微型国家，都可以平起平坐，平等的与其他国家共商世界大事。在联合国，我却独独看不到一个国家。那是一个我心之所系的地方，那是我的故乡，那是我们的台湾。因此，我下定决心，我想要贡献我的一己之力，将台湾带向国际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我从事国际金融10多年，跟商业界的很多人一样，我选择在华尔街工作。我加入了知名的高盛集团公司，但终究我选择回家。我回台湾服兵役，加入特战部队。
投入公共事务，希望尽一个公民的义务。因为我相信，华尔街不缺一个吴怡农，可是台湾需要更多爱国的人，更多一起投资家园的人。将近7年前，我选择离开金融业的舒适圈，今天我选择加入，投入一场艰难的选战。不论哪个选择，背后都是同样的想法。我吴怡农是会义无反顾为这块土地做事的人。我愿意走艰辛的路，只希望为台湾尽一份心力。今天站在各位前面的这个吴怡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过去几年，我在行政院跟国安会做政策的幕僚工作，我累积了许多政策经验。但是也不可否认，在政治的场域，我还是一个新人。在此，非常感谢民进党给我这个机会。今天正式参选，我要立刻做2件事。第一，我将展开请益拜会之旅。有许多民进党跟非民进党的前辈为这个国家努力付出，在基层辛苦经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位一位的拜访、请益，跟各位前辈学习。第2件事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寻求跟所有相同理念的人、相同理念的团体一起合作。面对中国无孔不入这么大的压力，台湾走到守护民主、经济转型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汇集所有挺台湾的力量。蒋万安委员是我尊敬的对手，但是特战有一个精神，勇猛顽强。我骨子里就是一个特战队员，我会让自己也成为蒋万安委员也尊敬的对手。